想请问一下，就是说这个周刊有写到，就是戴刚哥好像跟表弟张毅之间，因为家族的关系有一些失衡的现象，那不知道说你怎么看这个部分？在这边，这个我没办法，这家务事哦。因为他有我的联络方式啊，他没有联络我而已。欢迎回来，来，请先到我们中间的位置，与所有媒体记者朋友们一起来拍个照。嗨，回来了，戴刚回来了，也谢谢大家呢，一起来迎接戴刚。戴刚是不是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关于这一次对于12强的一些想法跟看法12强这个我就因为然后这期间我都在是陪家人，然后没有看到对转播，但是这个我有选到我就会去打，然后就是没有入选。有没有什么特别让你印象深刻的球队或球员？因为我工作完毕，然后回到家里就不会去谈棒球的事情嘛。是，想请问一下，就是说这个周刊有写到，就是戴刚哥好像跟表弟张毅之间，因为家族的关系有一些失衡的现象，那不知道说你怎么看这个部分？在这边。这个我没办法，这家务事哦。因为我觉得没有在这边有问题吧。可能会某一些或愉快或不愉快都会有，但是我觉得这个是不需要在这边讨论的。当然，我们希望在未来大家还是要团结啊，要为我们中华民国的棒坛而努力。好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谢谢。那我想请问一下，就是之前就是像周刊有爆料出说，之前您跟张毅的交情其实还不错的，然后甚至是去探望他也会几万块零用钱给他，但是现在你们好像是就是没有联络了，那是不是有因为这个家庭失和去影响到？那你们现在还有联络吗？因为他有我的联络方式啊，所以他有没有联络我？因为显示手机都会显示嘛。对啊，不是我没有，我不用对吧？刻意去联络他，对，应该没有说他的手机里应该还有我的电话号码，我的联络方式都有，对，联络是没有，这他没有联络我而已。好，谢谢，谢谢大家。好。